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 Professor Papa。咁今集呢，會繼續同大家睇呢個外星人嘅文件啦。如果冇睇過第一集嘅朋友呢，可以喺我嘅 channel 入邊睇翻嘅。但係喺我哋睇呢啲文件之前呢，我想先講清楚一啲嘢，就係喺 Deep Web 上邊雖然係有好多唔同種類、唔同內容嘅資料，但係呢啲資料或者文獻係唔會因為佢喺 Deep Web 上邊而增加咗佢嘅可信程度噶。所以我喺處理呢啲文件嘅時候呢，通常只會將一啲可信性比較高同埋比較中立嘅內容攞出嚟俾大家睇噶。有啲人呢，可以好輕易咁樣信任一份文件嘅內容，從而相信外星生物嘅存在噶。但係相反，有啲人就算係俾外星人綁架咗上太空，兜咗一個圈再翻嚟，佢都可以選擇死都唔信外星人嘅存在。所以最緊要嘅係，我哋喺睇緊呢一啲文件嘅時候呢，都要用一個批判嘅角度去思考噶。好啦，我哋可以回到正題啦。而家我哋要睇嘅係另外一種可以喺51區附近揾到嘅飛行物體啊。咁喺呢份文件入邊呢，就將佢稱做雷澤飛碟。而雷澤呢個人聲稱自己受雇於美國海軍，喺51區附近嘅 S4 機構從事研究工作。而雷澤佢本人就話佢喺 S4 工作期間呢，就見過9個唔同設計嘅飛碟噶，而其中一個可以做出喺空中懸浮嘅飛行。而佢亦都曾經喺個天度見到相信係飛碟發出嚟嘅強光。根據目擊者嘅描述，呢個強光飄忽不定，時時會喺一剎那之間跳到一個新嘅地點。佢哋話嗰種移動嘅方式係任何飛行器都承受唔到噶。但係一個飛碟嘅出現並唔可以說明到呢個就係外星人存在嘅證據。佢哋見到嘅嗰個飛碟呢，亦都有可能係美國軍方正喺度測試緊嘅反重力飛行器。而反重力飛行器嘅其中一項特徵就係可以喺一瞬間戲劇性咁樣改變一個物體嘅慣性。亦即係代表坐喺入邊嘅操縱者係可以唔受重力影響噶，所以佢可以突然之間剎車而唔會俾重力壓扁噶。而飛碟發出強光嘅原因，可能係嚟自佢產生嘅離子霧或者係反重力場。但係呢，亦都有消息指出，呢啲反重力飛行器本身就係外星科技嚟噶，而呢啲科技好有可能係由1947年喺羅斯威爾墜毀嘅飛碟上邊透過逆向工程揾到嘅。同時亦都有人話美國政府喺1947年之後已經係接觸過外星人，甚至咧係同佢哋有台底下面嘅交易添噶。而反重力科技就係佢哋喺外星人手中換取到嘅其中一項科技嚟噶。咁我遲啲咧都睇下揾唔揾到呢一方面嘅資料俾大家睇噶。而呢一種科技咧亦都相信被用喺另一種實驗中嘅飛行器 TR-3B 上邊。同上一集提過嘅 TR-3B 一樣呢， TR-3B 都係一個成日喺51區被目擊到嘅飛行器嚟噶。好啦，今集我哋就講到呢度，跟住我會同大家講下關於51區嘅常見問題，同埋睇下呢份文件入邊所俾嘅地圖係咪可以揭露更多關於51區嘅秘密。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啦。